位於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嘅呢個農貿市場，每個早上都係熙來攘往。這橘子啊，我和姥姥的爺爺劉振洲從廣東100多年以前帶過來的。現在估計我們橘子賣也做出口。識得講中文嘅喬治身上有中國人血統，佢從事中國同格魯吉亞嘅工程機械貿易，而佢嘅祖輩喺清朝嘅時期就將中國茶葉引入格魯吉亞。除咗茶葉、金骨，而家喺格魯吉亞能夠見到嘅柳樹、竹林，亦都係喬治嘅祖輩喺中國帶過嚟。喬治仲特別為我哋推介呢一個攤檔嘅羊奶酪。你哋可以試下呢啲純正嘅羊奶做㗎，好好食。賣奶酪嘅係德加爾，德加爾本身有一份正職，嚟到市場賣呢種地道奶酪，只希望更多人愛上格魯吉亞嘅美食。我係小學嘅老師，我教數學，平時做嘢之餘就會嚟到呢度賣芝士。工作當然係有收入嘅，但唔係好高。賣芝士可以補貼一啲家用。呢個生意麻麻地，都唔係咁好。希望生活過得太平一啲，係德加爾嘅理想，亦都係好多格魯吉亞人嘅期望。事實上，格魯吉亞人好唔容易先至克服過11年前嘅玫瑰革命所觸發嘅社會動盪。德加爾同埋喬治都仲記得2003年革命推翻總統之後，新當選總統薩卡什維利點樣改組內閣、整肅貪腐同埋重整國家嘅稅收管理等等。但係改革初見成效，接管昔日蘇聯瓦解後剩低一切嘅俄羅斯，就喺2006年對格魯吉亞葡萄酒同埋農產品實行禁運。薩卡什維利領導嘅統一民族運動黨認為俄羅斯其實係想藉住禁運嚟到約制格魯吉亞尋求加入歐盟。The never ever Russian community experienced any problem in Georgia under our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it was not reciprocated. And for understandable reasons. You know, Russian ruling elite wants to dictate foreign policy options and sometimes even internal policy options to Georgian government. 薩卡什維利對俄羅斯嘅干預顯得好唔耐煩，呢啲大概源於佢早年接受美式教育有關。薩卡什維利喺美國取得法學碩士學位，之後更喺紐約做過律師。佢英語流利，又有好嘅口才，36歲就當上總統。佢經常透過媒體向西方展示佢嘅改革抱負，而由於擁有同歐美一致嘅民主觀同埋自由理念，令到格魯吉亞贏得唔少嚟自西方嘅經濟援助同埋投資。不過，一度係薩卡什維利嘅政治夥伴，更加喺玫瑰革命成功後出任過代總統嘅布爾賈納扎認為，外國俾格魯吉亞嘅錢好多時只係俾薩卡什維利用嚟鞏固個人權位。But what was the problem? Problem was that these people really just used this money for power saving. I was always saying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And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tinue to help and support Georgian people and Georgian state. But very important to put conditionality for this support, for this help. 為擺脫過往對俄羅斯嘅依賴，薩卡什維利積極尋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衛系統。佢更容許北約喺格魯吉亞境內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不過，2006年11月，由於國內嘅自治州南奧塞梯又就獨立問題進行全民公決，連帶另一個自治地區阿布哈茲亦都呼應要求脫離格魯吉亞。由於北約唔允許新成員國將領土爭端帶入北約，故此就擱置格魯吉亞加入嘅要求。薩卡什維利外交受挫，國內嘅南奧塞梯同阿布哈茲又鬧分裂，反對派就乘勢掹佢嘅後腳，
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又喺大比利斯街頭出現，要求總統下台。And I think it was our callings of the resigna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government was absolutely legal. Could you imagine the situation when the president, because of his mistakes and tragic mistakes and inadequate actions, lost 20% of country's territory, and he should remain on his own post? 薩卡什維利認定呢啲只係反對派煽動群眾所為。佢於是宣布即時辭任總統，要求2個月後重選總統，要求全民表態邊個先係最值得授權。2008年1月嘅總統選舉結果，薩卡什維利再次當選，得票與當年超過96%相比，呢次嘅得票率就降至53%。藉住國民嘅授權確認，薩卡什維利喺2008年8月派軍鎮壓南奧塞梯分離活動，而俄羅斯就以尊重南奧塞梯嘅獨立自決為由，宣布同南奧塞梯同阿布哈茲簽署互助防衛協議。格魯吉亞嘅出兵就即時引致俄羅斯嘅派軍增援。格魯吉亞同俄羅斯喺南奧塞梯正面交鋒，戰事打咗半個月，格魯吉亞就宣布停火，而俄羅斯軍隊從此就駐紮喺南奧塞梯地區。After war, 2008, which was absolutely tragic event for my country, I decided to create this political party in 2008. And unfortunately, after even first day of our foundation, the party was under the pressure, party was under the terror, under the blackmailing and intimidations. Number of our members have been arrested. Without any legal results, and we are sitting in the jail. 按格魯吉亞憲法，總統任期最多2屆。面對2013年即將任期屆滿嘅薩卡什維利，早就表示退任總統後有意出任總理，繼續自己嘅政治生涯。不過2012年10月嘅國會選舉結果，就先向薩卡什維利潑咗一盆冷水。由薩卡什維利政敵領導嘅格魯吉亞夢想黨獲得150席中嘅83席，到2013年10月總統選舉，由格魯吉亞夢想黨提名嘅馬爾格韋拉什維利贏得總統之位。薩卡什維利任期結束，新任總統同薩卡什維利嘅政敵，亦即係現任總理，馬上結成緊密盟友。由薩卡什維利領導嘅統一民族運動黨，由於落敗國會選舉，現已變成在野黨。薩卡什維利嘅時代可以話得上係正式告終。而呢次總統選舉亦都被稱為格魯吉亞歷史上第一次和平民主嘅選舉，冇街頭示威，冇暴力衝突，一切都喺和平理性嘅氛圍中進行。國家政權完成咗文明交接。怎麼說？就格魯吉亞人有一點累了。怎麼說？我不太喜歡那些革命那些東西啊。那時候我也了解，我們國家必須要變換，可是已經有好幾十萬人出來，我來幹嘛？我可以還是工作。2013年第比利斯嘅冬天，經過幾場大雪之後，陽光特別明媚。喬治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喺格魯吉亞嘅計劃。佢已經入股一間建築公司，承包改造第比利斯城區嘅一條道路。佢同時計劃開一間中菜快餐館，因為佢相信格魯吉亞人今後會更有閒情去嘗試一啲新嘅口味。必須要變成這種國家，從西方有人過來做投資者，因為你不安全的國家，肯定很多外國的公司不願意來這兒。可是現在慢慢已經變了，現在有那麼多投資，已經中國也有好幾個大的公司已經做投資者。喬治覺得自己國家今後唔使再攀附歐美，亦都無需敵視俄羅斯，只要努力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做人，我覺得是給我們幫忙，我們自己要幫自己啊，我們自己要工作。
發展了以後，肯定有麥當勞啊這些大的公司，歐洲的，以前什麼都沒有，現在你們看，大部分什麼都有。可是這個我們不做努力，肯定歐洲、美國誰都不要你了。所以如果我覺得是從外面不會什麼大的幫忙，我們自己要幫自己啊。Nessa 同佢嚟自德國嘅老闆 Zuckerman 目標就係計劃進一步擴大喺格魯吉亞嘅產酒量。Our recent elections showed us that so easily, so problemless, we changed our government. So it's also democracy, So and in democracy there are two parties and two parts in society. Who are against and who are not against, you see? So, and it's normal processes. The main issue is that we have to be stable, we have to be very smart in our diplomacy, in our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 our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also with America. 格魯吉亞人而家又揾到自己嘅生活節奏，好多人都唔需要再擔憂政局往後嘅發展。大家都可以將關注重新投放自己嘅身邊事務。之後嘅節目入面，我哋會同大家走入格魯吉亞人後革命時代嘅生活。